有批了无？还有批了无？那看起来迄面来怪怪，批了应该是安怎？来，我表演一下。你看哈哈笑，我们大声笑3声，哈哈哈！哎，嘴巴没有打开，没有打开也可以笑哦，太厉害了吧？来，不要暗爽在心里面会得内伤，我们大声笑3声，哈哈哈！这个笑啊，会让我们的身体放松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药剂。上帝说，在那边讲，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恩赐。这个把今天最好的这一帖药都送给你们。我们来唱这一首歌。然后花一朵林，现在来种花花，花林不中意了我的人西瓜，爱吹那么就是你的人下雨，准备欢喜就跑来了喽，跑来看路，就我的微信，寻求爱情的不可能的事情，爱情爱情，你就归去来了喽。有一点走我的我心，然后花一朵云，现在来种花花，我定就不你了我的爱心花，爱情那么就不你的爱情，准备欢喜就逃来了喽，跑来看路，就我的爱情，今天在你相互打给我的父亲，爱情。来再说，然后花你的心，现在来种花花，花林就是你要我的爱情花，爱情那么就是你的爱情，准备欢喜就跑来了喽，跑来看路，用我的爱心，请勇敢地脚步跨进我的父亲家，爱情爱情，你就归去来了喽。然后花一朵云，现在来种花花，花林就是在我的西瓜，爱情那么就是你的爱情，准备欢喜就逃来了喽，跑来看路，用我的爱心，追求爱的脚步，跨进我的父亲家，爱情爱情，你就归去来了喽，只要有一天走我的我心。哇，分享了这个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又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。我们没有声音的，一样在你面前。我们知道没有开口的心还是向你开口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赐平安喜乐的主。主啊，平安喜乐是你所赐的，没有人可以带走。我们不为环境，不为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你蒙恩、蒙你恩典的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这个名分不是别人能够带走的。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是你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喜乐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在这新年大家都非常欢乐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样子的喜乐，这样子的欢乐是不一样的。从天而来的喜乐，是你给我们满满的祝福。这样子的玩乐会过去，这样的玩乐会带来头痛，会带来爬不起来，没有办法来敬拜你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从你来的喜乐是从天而降的，是满满的祝福的，要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主啊，是没有副作用的。感谢赞美你。今天很多人还没有到我们中间来，主啊，你的灵，你的邪灵一样高抹他们，一样灌满在他们的身上，当催逼他们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
我们再唱一次。耶和华喜乐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